落位，高能落位，自己集中，自己集中，自己集中，係。follow， 自己。你點啊你嘅？下力，攞得，我想話。喂，大佬啊，你係就望咗前面先，如果已經俾人哋揸住咗，點樣再前面？因為高大，呢個得傳咯，明嘛？好難水再嚟喎。收埋你手啦，插埋。一致。對遠。下面進攻。林文傑啊，挨完揾翻右邊冇人 mark 啊，右邊上角，見唔見到啊？準備 set 啦，準備 set 啦！開波高能手先，你手翻分眼，打啱啊林文傑，回咗先，唔好搞，回咗先，直接回，直接回。過嚟 call 啦 ，OK， 叉下先，溝拉出嚟零度，再轉，機會，冇錯，高少少唔緊要，11，高能唞11，阿 James 同埋阿順呢手頂，跟住手下邊。收中啊，丁啊，又唔記得收中啊，吞住，係啦，吞住，收中啊，停止望波，數，子軒，係 OK， 攞晒你個波，收落去，過攞，打得 ，OK， 手波唔緊要，陳子軒手波回翻嚟，手波唔緊要，喂，鄧子軒咋？呢度你哋識啦，揾嘅，Let's swing! Grab a swing!你簡單1打1嚟照擺啊！如果唔係，白色20號4犯。跟住我4犯。走波啊，毛仔！我有咩事啊？個 pass， 係啊，收到。彈出嚟，係 ，last guard Dylan 推入去，好波！手波，
集中型，打得。係，打多幾下。手啊，防守啊，殺手啊，手啊，打球。OK。爽啲，亂防嚟㗎，突擊上嚟佢。佢手，OK。手啊，打球啊。突擊集中啲。醒神啊！一路行，唔好咁快，唔好咁快。Jordan 你太高啦，攞。Jordan follow。Jordan 啊，企呢個後場位置，唔好企前場。阿 Marco 啊，唔係你開喎。檔即係拆晒，咁使唔使咁急？除非一個好好嘅機會，如果唔係咪停咯？變咯，慢翻落嚟唔緊要㗎，要處理啊。紫色2號4犯。三個站，兩個 OK。四佬，直線，鄧志軒。劉文傑，遠啲，劉文傑遠啲。望最遠。個分。過佢。對開埋，阿胡。阿胡最後，阿胡跑快啲去。Marco 你手右邊 ，Marco 你右邊 ，Marco。翻。處理。鄧子軒擋。右邊啊，右邊4隻等你啊！再轉，煲仔條腩。叻仔。佢過嚟嘅，手波唔緊要，手波。Follow。快！我哋有領先優勢。處理好個堅持。入線。暫停。照做，所以照做。翻嚟手高啲 ，Jordan 後啲，係而家後少少先。阿華轉拉走。激大條時嘅，你準備㗎啦，要高啲 ，Jordan 收中，夾，攞得，判斷，冇少亨大橫都得，冷靜做一球，彈嘅。波我想問，你係咪行企啊又 ？B 級停止2位。轉邊，條籃。對停，壓力。大波啊！喺3分，喺出面。出嚟。我哋慢，慢慢見嗰度。係啦，你望我分析，啊，標準，順起手前，喂，手前邊啊！放高隻，劉文傑。知道。人對場，俾得劉文傑，轉邊，冷靜，定時間，用多啲時間。OK。停止。attack 入去啊！係啊。阿美進攻。Yes。好波，再嚟 delay 啦，唔要標，啱位先好嘅，唔要標，預備，冇再帶啦。快點啊！你要慢慢收中，扶翻起隊友。換啦，唔該。
換人，慈禧，自己角色對法換，俾到下邊，我都入到嚟啦。鄧子軒，你想打我先打我先。我大啲我哋，第七半陣，Jonathan，點解第一下唔夠咧？係啦，佢啦，分幾鐘咋？全部人接應，全部人都可以。定嘅，唔好亂掉。唔好俾入去啦。高位，全部3個。嗰邊，又俾佢大位。再玩，係啊，唔急嘅我哋。阿里進攻， 8秒7、6、5、4，翻隊友，你跑過扶隊友啦。左邊個走。Jonathan，啊，做得好。立得出嚟，紫色35號3犯，我哋控制個節奏呢啲時間。都林文健嗰球咧，高人走啊，孖過去。係，你開低人走，好在歐長低人。好 delay， 唔好飆，唔好分，唔好飆，褪後啲唔緊要。低人插，中間，又大又得低晒。喂，其他門萬曉林停波，萬曉林停波。全部慢，慢慢嚟，睇林文傑，定，即係你成孖邊嘥啲人。用晒時間，拉闊啦萬曉林，俾嗰邊，打得。阿里進攻，我哋向趙姐㗎，趙姐，跳起身啫，打開手，唔好行到咁埋，跳起身。講嘢，彈出去，自己。攞。真係。佢哋自己手，全部人自己手。機會。全部人自己手。有佢。攞，放手啦，劉文健，用手。前邊。用晒時間，過場，左右，鄧子30今日喺度做乜嘢啊？爽啲啦，手足。交埋嚟，做咩啊？完啊？嚇？孖頭，你有冇偷波啊？諗住。阿里進攻，埋啦。 6、5、4、3、2。啊！劉文傑墊呢個波 ，Jonathan 翻嚟穩定人。劉文傑有波你就對。我要 check。墊呢？7.9秒。